请到咱的台语话历史啦，林准玉长老来到遮啦。你知影吼，咱即摆吼用台语输入法啦，拍台语啊，吼手机啊嘛会当，电脑嘛会当，足方便的对无？书顶啊，线顶一查就有。但是你敢知影一开始，阮咧拍台语的时，迄当阵啊无输入法，你知影？无输入法罗马字的调符，要安怎拍，迄就是第一个问题，对无？佫有啥物乌，以前是拍白话字嘛，迄当阵还无教育部的系统，所以迄个乌面顶有一点，有啊乌面顶有片音爱飘去面顶，有n 的片音爱飘去面顶，有白话字的时代，迄个时代到底要安怎拍字啊？所以迄当阵就林准玉长老，伊就甲一寡人啦，就去做一寡台语的基础工课，就是输入法的基础工课。会当讲有准玉老师，甲因的迄个一阵神拜啦，才会当有咱今仔日的台语输入法安尼，就是要安怎，互台语会当拍出来，拍会出来。第二个台语会当拍以后，佫拄到一个问题啦，书典伫倒位啦？书典伫倒？迄当阵嘛无啥物教育部的书典，对无？若讲台语即个字袂晓写，是即个发音要安怎发，毋知影啥物意思要安怎？所以准玉长老伊就甲迄个台字大书典、甲甘字典、甘为着字典，咱即摆咱即摆若去查早前的台语用法，就是教育部的书典拢是数较少啦，即摆当然伊伫咧增加较好啊啦，但演过啊，教育部的书典字是足少的，收的数足少的。所以要安怎？大家拢去查迄种日本时代就安尼讲啦，有恁有听过人咧讲无？恁咧讨论台语的时候，听着讲日本时代就已经有啊，台字大书典有收，甘字典就有收啊。即个物件就变成讲咱台语内底咧讨论的是一个根据，包括即摆台语大的新词，你看回来在咧讨论即个物件的新词。要安怎讲，嘛会常常讲着讲这台字大书典就已经有收啊。日本时代就有即种讲法啦，咱毋免去发明新的，咱直接甲日本时代讲法捡来用就好啊，对吧？但是台字大书典伫倒位？你伫倒位买会着？买袂着，对吧？甘字典咧，甘字典较买会着，就是嘛是无好买啦，无好买。准玉长老因就用因就是去甲想办法去甲台字大书典啊、甘字典拢扫去你电脑内底。所以你看，咱有输入法，咱来感谢准玉长老伊个介个团队。咱有遮个方便的书典好用，伫线顶嘛爱感谢准玉长老甲因个团队。因即摆佫有一个网站佫有一个网站叫做台语信望爱。等下迄个准玉长老会甲大家紹介啦，台语信望爱内底有足侪好用的物件啦，好用的工具安尼啦，会当讲拢是真开创性的。到尾啊，到尾台语即个事工啦，台语即个事工准玉长老做真济啦，做真济，包括讲到尾啊有迄种啥物信望爱台语输入法，信望爱台语输入法嘛是准玉长老伊个团队做。我即摆电脑的输入法是信望爱台语输入法，毋是教育部的输入法较歹用，连咱即台电脑嘛是信望爱啊，台语输入法，毋是教育部的啥物汉字输入法、罗马字输入法，咱即摆咧用的台语界上接用的，就是拢是信望爱台语输入法用电脑啦，迄个准玉长老伊去开发出来安尼，所以会当讲对台语贡献真大啦。准玉长老佫是一个足甘心的啦，足甘心的啦。伊做即种台语啊，做弱势对吧？做好的是做工时啦，工时咧变台语，去关心青美人，你知影？找看无的啦，点字，所以为着这啊，佮专工去伊讲，头拄咧讲伊去因兜附近的迄个蒙人的中心去学蒙人的物件，去点字，所以因伫双连教会嘛有开青美团契，我今仔才知影讲是准玉长老伊去开出来的青美人，就是互看袂到的人的一个团契啦，我这是。足甘心的啦，足甘心的，因为咱一般人，咱袂去想着讲青美人去创啥，因为咱平常时嘛，就是讲较少拄着嘛，对吧？就是准玉长老去关心遮啦，过来最进前啦，伊甲即个就是讲萧秋芬牧师，就足好个萧美琴副总统的爸爸嘛，进前我去美国的时啊，我去美国时，准玉长老就带我去见迄个萧秋芬牧师，甲外英上长老就写教会书的迄个，因甲就是进前啊，咱就创一个迄个全面圣经公会，因为恁知影咱以前的圣经，巴克类的圣经啦，绘本的圣经，迄拢是下门腔啦。下门迄边的腔落去写，所以甲即摆的用法有真侪无共的所在。所以因就是讲准玉长老因就是讲要爱用一个现代台语的版本的圣经。
现代方面，所以就去创一个专门台语圣经啊。啊，即摆迄个白话字版啊，白了了，你知道白了了啊，后尾搁再版啊，就是做甲就用心的。所以最重要伊是一个足温暖、关心弱势，啊个对台语啊吼，台语早期咧台语的基础工程贡献真大，啊个真有开创性。你听我听伊做的，拢是迄种无人做的物件，对无？拢是无人做的。最重要就是拢去做迄种无人做的，啊去拍基础的关怀弱势。所以吼，其实我是真佩服啦，吼真佩服。虽然阮是好朋友，但是嘛是真佩服啦，佩服最重要。所以今仔日啊吼，咱会当真欢喜，咱邀请到最重要伫波士顿，转来到台湾，吼，转来到台湾，吼，来甲咱做分享安尼分享。你若当若有啥物问题嘛，当问，因为早前的迄个台语的基础较坚固啊吼，真侪拢是最重要做出来安尼。吼，所以咱即摆就，伊即摆有一寡新的好用的台语输入的工具安尼，吼，来甲大家分享。咱就上一个歌声来，感谢这个朋友。平安，看到恁咧少年个来读台语哦，我就感觉足放心啦。我今年70岁啊，即个79岁啊，大家拢甲我讲，你若紧来找少年来传承啦吼。啊，希望我今仔讲了，恁会感动吼。啊，台语节目内即个农杂字慷慨平台啦吼，咱拢会当来投入诶。我要先教咱白话字拢会晓啊，有无？拢有读哦 ，OK， 我问伊。会啦，加减。伊比阮查某囝较少。我伫我咧中山医药大学的台语系第1届、第2届电脑是教育科，啊，迄是2学分的课吼，一学期啊。啊，伊叫我讲1点钟、2点钟，佮讲会了吼，可能有要紧，因为咱台语经拢有基础啊，所以我无需要重复啦吼。这敢有会当啊？对啦，无呢，我甲你操作好啊。你甲讲外语，我就操作。我咧会一 OK， 好来，咱来读讲下来啊，读讲下来，这下答。工有成艺术，必先来一体。工有成艺术，必先来一体。啊？太两个共款。OK， 无啦，我讲，OK， 这就是以前叫做汉罗啊汉文啊，咱真侪原来台语话做者汉文啦。啊，所以咱汉文嘛爱会晓读吼。啊，我才有开我这个汉文面顶，哦，对啦。这会当叫面顶，迄个是汉字面顶加白话字啦。啊，下骹是白话字为主，面顶加汉字。所以这两个共款吼。即摆有2个系统，咱若有趣味，你要做教材使的时候，会使学着。这工具我开发足侪工具的，OK。有啲用拄则老师讲的新闻的台语，你听有参与讲个，唔捌第几条。所以这会帮咱学，因为咱台语，就是咱台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啦吼。啊，这台湾的音乐家拢足简单啦，啊，就照迄个就是音乐啊吼，毋免倒像外国安尼好，爱做咩话变调，哦，啊，咱家己当拢会变调，啊。变调佫变甲足好听诶就对啦。你讲用问号，但是无呢？我问号安尼。无啦，啊，你只有啊，对啊，做伙我拢会出来啊。你若用新闻来输入别人吼，用你拍调中，你毋知影第几调对无？你拍一个问号无？这有我，这有我，这有做伙。声调咱出来，你就知讲，对一个是第几声啦。啊，过来啊，真来啊，也是真，你毋知影第几条无？哦，你晓，来，所有的拢我还有无？较后期啊，哦，来，拢有啦，哦。啊，搁一个吼，即个显示窗哦，你像迄个遐尔大，看起来足大字着。伫你的电脑看是足细字个，
显示窗啊，哦，这显示窗会当该你要爱的字型你讲一个。设定，设定，对啊，这显示窗会设定，你去设定，咱就看设定哦。伊个设定的话，有迄个输入法中，有一个设定，迄个对，迄个设定。来，你要上最小化一啊，叫来设定。这恁知影嘛？你要拍汉字的时阵，你拍汉字就是加。你若选迄个，所以你若出来的时阵，伊有汉字有罗马字，互你选嘛。啊，你若后壁的时阵，伫挂有后壁，你来是Shift，再搁是迄恁拢知啦吼。啊，所以恁只家己去设定的。罗马字优先啊。哦，啊，你出来即个白话字嘛吼。嘿。迄制定书记来个，下骹有一个显示窗字形，过来对，迄个点的。选字型。嘿啊，啊，你会使甲改迄个。大细。对。咱改一个较咸的，伤大，迄蒙人理哦，吼，我是拢改20字已经就袂歹，因为我开发的时候，我就是讲咱人会老外嘛吼，所以我就叫伊讲爱有这个功能啦，所以你就选你适合的，哦，啊你个细角角照歹看，你家选会使选标楷体啊，哦，遐有在你家己去选吼，这个，啊你爱会去字确定，啊搁字确定，安尼才有效就对啦，哦。即摆第一个迄个确定，啊下骹讲嘛爱确定，哦你只拍的时阵做快去安尼。哇！哦你嘛叫做做快啊，袂讲足忝的啦吼。哇！我老岁啊，讲老岁啊知影即个代志，伊波甲即摆拢了较细致哦，哦迄历史啊。对，真诶，这就是我讲的迄个无中大的概念。啊，过来，这有一个自定输入，你敢有利用？自定输入你无利用。这是所有的输入法，咱这唯一的特性。你播，你是拍袂出来，就无法啦。啊，咱拍袂出来的字，无的字，咱家己会使加落啊。哦，你再选制定词句。等下哦，OK， 编辑台语也是可以吼，台语客语还唔可以诶。哦，我遐一个。一般讲起来，这必须得来讲对了。哦，你这拢通的嘛？范例 example 迄种通的嘛？即摆就是讲 example 的位啊，拍你想要输入啥个，就恁兜的地址。哦，上面来拍恁兜的地址。安尼。啊，介你拍恁兜的地址就地址，啊，就一个就出来，免一字拍。我下面去看卖，下去看卖，下面叫人去看卖。是咱着拍台中到大学，毋是，你只拍和信函可能有和信函。你讲即摆要用伫书库内底啊？无啦，你爱伫迄个字甲印的中间爱加落啊。迄个法律迄个创调 ，example 甲创调，伫迄个所在度你标示的，你只拍和信函。加号。拍第一字 H， 我小写啦，咱输入用小写。无啦，你选第一字啦吼。咱即个学标字足好，就是讲你会使选伊第一字就好。哦，咱的输入法，恁去拍哦，伊本来就符合哦。因为我伫创的时阵就捌你啊吼。哦，啊所以要罗马字的入面点啊迄个汉字字后壁。哦，啊你这才会选即个，你本来是汉字就10字。哦，这是定数学的法了。啊，无啦，唔是啦，唔是啦。你若要伫遮设一个思考是？哦，地址嘛。即个 CH 啊，你即个输入法愈简单愈好啦，但是你家己会记。所以 CH 爱拍2字嘛，咱拍字 XYZ 的字来代替啦。啊 CHH 爱拍3字对。所以原来是我建议甲伊就讲啊，我爱照迄个标字啦吼。啊，就是讲。咱去做自定输入的时，会使用较简单的，哦，就讲 T 字，加啦，加拍 T 字，小写啊，安尼，小写啊，OK， 啊一个 space， 哦后壁就拍恁兜的地址，你要拍汉字、拍罗马字，你拍哦，无要紧安尼，OK， 你再个，这 save， 无我这 save 啊。我 TK 你也老咧，咱就拍 TK 啦。TK 是啥？无要紧，台中到大学啦吼。
哦，你拍一点，我才了到就到咱头。就拍 TK 啦，哦，TK 安尼就是台中到安尼对吧？我拍安尼对吧？安尼对啦，我叫准度，纯就对啦，安尼准度。你著啊，甲你会记要拍你头的名，TK，哦，安尼。啊，我拢迄个安尼。头的名，第一字拢有大写，吼，咱会对着，哇，摕咧出来，免一字一字拍。啊，你嘛会当夹这是我输就是罗马字，你嘛会当输汉字，你若看 TK 咧出现汉字，所以你若食输入的，你著用这种的字典出口，就足简单的，对吧？你若甲你食用的遐字全部拢起入去安尼，哦，像我欧洲共同语文参考架构，你著拍两个字吼，什么以后就免拍好来。那我的电脑我十地吼，继续。迄个，恁敢有教的人？无啦吼，伊伫考牧师吼，爱考这数字法的，吼考牧师啊，爱考主的基督文，耶稣基督的文咧十地个，我伫即个地哦，啊我迄个主导文，我拍3字主导文，就规篇拢出来啦。啊我因亲来因拢叫我去教这嘛，啊了后伊要考的时我就考啊吼。啊，所以即摆因伫考牧师的时，主导文爱用写的，袂使用电脑。啊有拍 T G V 就直接弄出来啦吼。规篇。啊以前我伫中山迄个伊也教台语的吼，我甲学生教起来吼，因咧老师拢骂我，哦，我有一个华语答咧变台语啊，哦，啊伊讲伊安尼，伊无法度出题目吼，我迄恁兜的代志，我教是工具，哦，拄则讲。工业成技术必先来自，咱要有即个工具嘛。尤其在电脑的时代，哦，咱一定要有足侪工具的吼。啊，我即个人就是讲较及时，吼，较及时，哦，啊，所以拢开发即个足创足紧的啦吼。啊，我即个新闻网站有遐侪物件，主要就靠即个工具去甲建立起来。哦，咱若有趣味的时，哦，加减会当来做这啦。即个自定思考，所以恁等于你家己加。你有的人讲啊废去，你也知影吼，一劳永逸啊！你拍一届了后，就拢会当用啊！啊，介你的囝仔孙孙嘛也会使用，你嘛有甲教的时吼，所以我感觉这一劳永逸是足好的啦。啊，这音疗哇，有烧的有练的，多谢啦。好来，那个继续。啊，过来。字典思考，你看。哦，字典思考，你看我遐尔济。你看迄个俊老师的字典思考，像这种拍袂出来的字哦，你著当家己去练就对啦。字典思考，你看，你拍一个 LKT 就走只长出来，你著当走只长出来，这个思考的好用啊，哦。所以你定定你拍，尤其你若讲，我捌定来讲，信函老师平安。你拍一两字就出来啊！你免自己试。啊，两个字母就走迄个。Facebook 哦，我看人老尾甲讲的时，拢乱跳到毋知人我叫伊做过还要袂出来，啊，我拢一两字就出来。所以这会当，互恁的效率会继续悬啊！因为咱即摆台语文要做的时间足济哦，咱遮少年的吼，要来做足欢喜的哦。我希望甲遮拢传授互恁。哦，咱大家会当学下拢来，认真来做啦吼，制定词库啦吼，对个。啊，要个所以讲你个密码吼会记足济嘛吼，我若用这你记，啊，银行的操作嘛用这叫你记啊，我对了，足济银行的操作用这去记啊嘿。啊，你若用台语传落的，啊，我是讲啊，你用传落的人，就算提起来嘛，毋知迄啥。因为你用台语罗马字，对吧？真正人毋知迄啥话，看无啊。哦，字典思考哦，你哪会记你讲，定定拢爱另存七档起来哦。因为你换电脑也是档机也是啥，迄个思考会无去啦。哦，你个思考是挂伫迄个新闻的思维法的下骹。哦，啊，你若换电脑时，你会无去，啊，你若有存起来时，换电脑了后，啊，你就。全部选起来，全部甲打过，啊，你就搁恢复你个啦。哦，啊无话拍甲跳到要死啊！好。即个拄则是讲汉罗鲁比即个吼，哦，
咱数字法的下骹上下骹有一个要拍鲁比哦，这数字法就会遮，你甲搞咧吼。要拍鲁比。伊第一个即摆意思的是汉字后壁有罗马字，还是罗马字后壁挂有汉字啦？你去拍者看觅。好，我先确定，你看啊，好，我是，伊会照汉字、罗马字做会出来无？啊，你第一字要大写时，你第一字爱起shift。你若我的时吼，一般的一句的第一字，咱个数字法，即摆目前我讲，咱来主要顶我要讲就是这，你第一字大写，你甲家己爱先起shift来甲第一字大写，安尼拍落就会大写无，啊这小写无。啊，阮新呢，迄个可能记着再讲着，我这安尼照这顺序讲好无？哦。好，这是鲁比啦吼，啊要继续。顺便出国 ，OK， 即摆就讲即个鲁比有两种，一种是后壁挂有，另外一种是字的面顶的。好，啊字的面顶的。字的面顶的，就是你爱选，你爱点迄个后壁迄个。是的。一个，就是 HTML。是嘞哦，对，点嘞，哦，伊这就是网络语言。啊，就确定啊，确定了，你就爱这迄个 HTML 了，爱去信网的网站内底有一个，你去信网的网站。今仔日，这就是迄个，这就是迄个电脑的，你若要做网页啦，对啦，做网页来用这种的啦。啊，这种你拍你网页内底就有啊。伊就出来，你才去信网的网站内底。你这个 copy 起来，你就爱，这个爱去网络面顶的，去台去信网的网站。大诚易报，恁知大诚易报？迄个有大台，其实迄大台啦，毋是真啦，大台、小台，你金门边啊。好啦，你即摆信网的网站，无啦，迄无啦，你爱去形成，爱去有一个形成信网，台去信网的内底有一个工具中去啊，台去信网。无，你爱去迄个网站啊，爱去网站面顶形成啦。啊？因为你头拄有拍胶啊。你敢无台去信网的网站？我先把胶仔摕掉，安尼无方便，无方便，我先用别个。这网络形成了后，你来 copy 到 Word 就有啊。你敢无台去信网的网站？爱拍一个。OK， 台去信网的第一个，你就点第一个就对。来 ，OK， 有这个无联字有诶，我记来念再讲，你点遐？这中午拢所有拢工具拢伫遮啦吼。遮有一个叫做迄个Ruby 线顶形成工具迄个，含字典的下骹迄个啊。Ruby 线顶形成。你爱去甲形成迄个，你甲配，国标给submit。OK 有无？其他嘅面顶就有迄罗马字，你搁倒转，变安尼啦。即摆这是汉字倒下骹，咱即摆罗马字倒下骹嘛会使，即个你若 copy 去 Word 内底，即个拢会使吼。你共款就去信网的迄个，你共拄则迄个啊？无啦，共拄则迄信网，台语信网，你讲会叫做，你即摆搁你甲有无？汉罗汉第二个鲁语对换迄个，你教迄个，咱本来是照惯来嘛，你教这个你看啊，罗马字下骹，面顶就有汉字啊，即摆真侪人主张讲买罗马字爱大声啊毋好叫汉字带底牛杂杂，汉字构字表述讲起来，对我来讲我嘛做无爱啊。咱的课本是安尼啦，即摆家己课本是汉字伫下面，罗马字伫面顶啦。咱的课本上即摆是。这你规篇的文章会使用迄个Ruby 的转换的工具
即我来讲遐工具内底，拄一个工具啊，我才开始来讲迄个哦，工你要讲什么来讲？具啊嘿。哦，工具的中哦，中午迄了工具啦，你有趣味就去试看下吼。哦，遮有一个迄个，哦，台语中华工具离线作业版，哦，这是迄个 Windows，下骹是迄个 Apple。哦，你看你的电脑诶。台语转换工具。迄个，咱这是。这个对。OK。但是这爱输，这爱安装嘞。啊？这爱安装。爱啥？爱 set up，爱安装。无，啊，所以你才是先啊，我开讲，你甲点落就入来啊。你迄个离线作业把它点落啊，你离线作业点落，点落就登录啊，有无？伊就登录。你登录了，你爱去甲解压缩出来，就当作业嘛。哦，这个 TWCD 这个，你甲解压缩看要放到倒位，嘿，这我来介绍这个。这个要好解压缩，这个自己知道。有啊，即摆就解压缩嘛，解压缩了，你看要去放伫倒位啊？其实已经解压缩啊，你才试过啊？对啊，下骹只吼。这个是使用方式啊。啊？这个毋是即个的。对啊，对啊，无毋对。即摆恁爱用迄个，这拢有迄个使用方法啊吼。恁有时间再去看，我才小可讲者就好诶。就这呢，你规篇文章拢会当来创啊。就是你拍好以后规篇文章，啊你用迄个台语语去转换，伊就会当甲你的规篇文章，拢改做改做迄种语就是汉字就加罗马字的方法安尼啦。哦，就是你若有便的文章 ，copy paste 就去伊就帮你拢做成安尼，足方便的啦。好，安尼。我靠一本来啊，恁参考看卖就是安尼，迄个。迄本就是安尼做出来啦。迄本就是你先拍字嘛，拍一个版本。你有汉罗，啊，这个有汉罗了后，伊就当转做即个网络的即个，哦，伊才就转做下骹即个，啊，即个甲大进拄只迄个形成了，嘿。好，安尼。国际上人伫用是伫连字用的啦。就讲 mother in law， 丈母，in mother in law， 迄早有需要的啦。啊，你若咱人摕来连音嘛，就讲国家一字尔，啊台中是一字尔，啊是安怎人别人所谓台中都中免你坏，啊干那第二字爱用坏，吼。所以王用地讲，迄敢若你做大水咧，迄无用的物件啦。啊，我有即个出版即个标字圣经。是讲送互美国的牧师，你收集啊？伊说看，哇！你电视塔拢传迄个海豚啦吼，哦，啊所以有一群人就感觉讲，伊迄个会使变啦。迄海外国传教士来中国来厦门的时阵，因是汉字一字一字的，因为着要甲分，啊就甲连落吼。啊对咱来讲，迄个连是无啥物意思。啊，过来台语起义即个书字法，拄啊开始当时，因为迄书库大家都拢摕脚来吼，啊了后伊就电脑去甲重复的甲拆掉，啊但是伊汉字重复后壁标是毋对的吼，伊看汉字重复伊就甲标是无共款，伊就甲修字，所以你拍的时，你拍字无啥物问题哦。你拍两字一个词的时，你如你拍词哦，就讲国家两个音合做一个词的时阵，你迄个海豚毋免啊声调免，哦，伊就国家就会出来。啊，三字以上你就选头一字，就拄只迄个台中教育大学创立支，啊伊就会出来就对啦。哦，你讲这有足侪毋对。袂使，内底敢台中哇，有一个词啦，你拍一个词，免调无就出来。啊，即个落尾发现的时阵，足侪人就感觉讲有需要去改啦。啊，但是我袂晓要哪电脑去改吼。啊，有一个人伊嘛感觉已经就无啥物迄个趣味搁创咧。啊，
所以一直拖，拖到甚至5岁，你要甲我提书过，即种拍台语，我讲内底有足侪毋对，安尼改，伊甲因好讲要改，改到即摆袂改。大师大书典，迄当时来甲我提书过时，恁迄个找台语，恁有利用哦，找台语，迄内底有大师大书典嘛，迄位我才摕嘛。我本来的意思是讲，我甲中央研究院合作，叫我创即个大师大书典的时阵，伊就讲，咱即个大师大书典上网啊，其他的上网的书典，咱嘛会当创一个咱咧去啊连。就这样找台语啊，就是讲共款的，伊伫每一个所在拢会出来嘛吼。有无？恁有利用找台语无？迄足好用的吼。所以迄个概念但是伊就讲逐项拢要变异的哦，所以摕去甲变异，拢创治啊。伊毋是网络安尼练啦。阮即个大师大书典，因为是我翻译的嘛，我知影讲以前。我的台语嘛毋是偌好啦吼，所以话无人校对，足侪毋对的啦，有需要大家校对，阮即个网络面顶有一个组织，就是讲你有发现毋对的所在，来甲我讲时，我就去改啦，去改。但是伊找台语伊无去改啦，足侪人讲你这毋对，来叫我改，我讲即个我无当改吼，迄是迄个找台语迄边的伊就要家己囝仔就变做伊家己的啦。伊无要安尼练啊，照讲你若安尼练，人若改的时阵，伊就变咧改嘛。足可怜就是讲中央研究院一寡学者去请伊的 grant 政府请钱来做啥物计划时，伊钱来用了就无要插啊。即个共款，阮用遮2-3年，阮下骹有写讲迄个中央研究院合作阮咧合作2-3年伊嘛有叫人校对，但是还足侪毋对啦因了后讲好，因中央研究院的网站，阮即边要互因落上网嘛，互伊了后，伊就收单我讲恁想无爱连结啦，阮有改，你迄边嘛会改啦，所以这足可惜，中央研究院的开遐侪钱去创的，结果因拢无改啦。阮是拢甲即摆还要去改啦我改甲足欢喜啊！我尤其汉字，以前的汉字足少的嘛。伊大师大书典用的汉字，伊尽量要甲国语共款。所以当时大风野主义想讲要中国这边，伊嘛认为台湾讲是咧讲国语，结果发觉我迄搭甲因无共。但是即摆因大师大书典内底汉字拢较侪迄个。奋斗就是伊处理的艺术，读迄个是本音安尼啦，迄款的情形足侪所以你若特别讲要找大师大书典来遮找到这内底定定拢有去改的，你若发现毋对啥物，拢会使甲我讲，你迄个是你要参加，是知迄个谢家老师讲，我再报名3年啦下骹你拢爱选 BAT，BAT 就是执行党啦这 HGTG，HG 就是华语，无啦 ，HG 就是华语，TG 就是台语啦。你这个错嘞，对吧？你还袂坐所，你坐所了早，我就执行嘞。这是足好用的，你若华语要翻台语头一步，你要搞先先去翻看卖你老师你讲，伊讲伊无法度出题，我讲这个代志其实这翻过了，一定爱去写个，爱去修饰啦。足侪华语的语法甲台语无共的，像讲我们，因英文我们啦，咱台语有分咱甲阮嘛啱所以我喺我们的时阵，咱甲阮互你选嘛。你若是看伊讲伊无，你还要咱甲阮的时，表示讲伊就是，无是，毋是伊创的就对啊。迄袂使画英文啊。即个，无，即台电脑。伊无，你爱去甲迄个真济电脑的，拢甲你控制牌，互你装其他的。你来去迄个啥物
病毒的啥物啊，伊甲讲我即马，哦，你爱解放啦，欢喜啦，吼，好来。哦，你怎去属于是保健啊？好，现在选一批的，现在选一批出来试看嘛。自由西宝，来，来，凊彩，我叫我弄掉。好，咱来看这。OK。好，咱来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安尼就好。转来，行，欢喜哦。哎，那食便当啦。你我靠，饲着커피。你无copy的。我无커피啊。有啊，转换，但是我放较大咧，这边啊放较大。拢无啊，拢无。我你袂当放较大，我甲打来 Word 啦吼，互大家看讲翻出来是安怎啦。无啦，这个就无哦，对。对啊，伊个翻了就变安尼啦。屋漏偏逢连夜雨哦。伊无翻啦。无翻，我毛偏咯。你袂使甲加落，你甲加落，你规个屋漏偏逢，即个规个甲看要安怎翻做代志哦。啊，你一届加落了，下届做翻就有啊。哦，你这去东西还做物件，所以电脑啊，所以你你讲东西横贯公路的时，你讲哎呀，我甲你讲，你讲东西你本来转换迄个，迄个上下平的，对，你东西横贯公路甲 copy 起来，对的，东西横贯公路 copy 起来，copy 起来，这爱 Ctrl C 哦，伊这个作业内底你爱 Ctrl C， 你知嘛 ？copy 哦 ，Ctrl C，Ctrl C， 啊，安尼，无你 Ctrl 华语啊，你无台语啊，你台语买啊，你无啦，毋是共款啦，哪有共款？你共款的是接第一遍啦，加入不转啦。哦，加入了，即马转就袂转啦。搁一届哦，意思就是迄几字就袂转。无啦，啊就面顶。对，即马东西我无就袂转。袂改啊。袂改啊。就讲我所有的汉拢改做假嘛吼。啊，你拄着讲好过，伊就转用假讲啊。啊，你讲好过，爱去加入不转，变做用加入不转。啊，过来，给你讲看我第啊讲，要开始。啊，迄个有无？第一句咱要甲改台语，你甲改看啊。要怎改？你甲 copy 起来，去遐，去迄个对个，啊面，你甲创作迄个华语的有影。啊台语要改啊嘛。台语啊，赛进扣头搁拍甲。你甲拍到台语啊？你甲拍咧？好，安尼我赛进，我先用输入法赛进扣头搁拍甲。哇！安尼。OK， 好，甲加入片。哇，即马甲试咧。一个就自动款，自动无啦，你插去啊，你看，这就变赛进扣头搁拍甲。OK， 哦，屋漏偏逢连夜雨。就是安尼啦，真好耍啦。对。啊，你有就甲加，有就甲加句你的思考哦，就足济。后甲要转的时吼，愈用愈好用啦。这个 AI 共款，AI 嘛是爱训练嘛，这嘛是爱训练嘛。我即马嘛有去饲 AI 啊。对。啊，过来是迄个。饲 AI 你看。啊，就转啊。对。无我讲你头仔讲迄个饲 AI，即是。AI 饲啊。训练 AI，训练即外口我是要讲台语啊。饲 AI，哦，即个讲台语讲无啥，我即个头时讲，我有甲老师讲，有一个迄个罗汉家的开发者迄个蔡先生哦，伊才有一个计划，就是讲要将所有的华语有的物件拢要甲改做台语啊。啊，伊即摆有请人来斗教会来使，迄有付薪水的吼，恁若有趣味要斗做伙吼，会使放空放伫遐，赚了薪水的。啊，伊就是讲创出来物件，
啊，伫网络面顶，伊种Wikipedia 会去整一个口图，Wikipedia 物件 AI 拢会去研究资料嘛。所以后盖人咱拍台语的时阵，哦，即个罗汉脚，即个然后最后对我咧讲咧，即个罗汉卡的作者，罗汉卡是 Apple 的系统，你会当用的。我的手机啊嘛是用罗汉卡视频款，最好用的，就是 Apple 的。iPhone 嘛 ，iPad， Apple 的会当用罗汉卡视频款，电脑袂使，所以我电脑拢用信木来，啊，手机拢用罗汉卡的。啊，伊顶我咧讲就是，迄个是台积电的经理哦，做罗汉卡迄个是台积电的经理哦，研发部经理。所以吼，伊迄嘛是台语人，啊，所以伊即摆。差不多最后老师咧讲有另外一个计划，要甲华语拢安对应啦，安做对应。伫我电脑走有要紧啦，以后差不多讲咩？我已经为今年的年节开始创尾一年啊，已经创足济啊。华语嘛拢创咧汉字面顶有罗啊创鲁字的咧，哦，遐个看有啊，哦，啊即马汉罗转罗，你这华语转。台语是转做汉罗嘛，汉是罗马字的嘛吼，啊，这汉罗转罗，嘛共款啊。啊，再拢转袂足厉害，吼 ，OK， 你copy 讲嘛？我咱可能无时间咱先，是要试看嘛？你讲伫倒位？等下我即个哪无去哦，遮啦。无，你即阵已经转足济过啊。但是我搁甲关掉啊。无啦，汉罗转罗啊，下骹迄个啊。汉罗转罗啊，迄是台语转华语，华语转。该数啊，想吼。想话搁一摆。无歹势，我即台电脑无爱。对啦，你坐了转去转伫你个电脑的一个所在啦。哦，等下，搁等一下。你遮无固定，可能唔使。手机甲关掉啊。你 Word 内底你有是转一汉罗的？Word 内底一个啊。哦，这转无过。这转无过，袂要紧啊，咱就。无要紧啦，先知影。OK。从遮，你遮先去形成遐看有转无过无？你会使 Ctrl A， 全部吼。这用迄个 Ctrl A， Ctrl C。Ctrl X 就会使甲一条 ，Ctrl C， 你甲共款去甲改，爱改迄个 HTML 要计数啦吼。就是讲倒位是汉字，倒位是罗马字，迄个规矩你爱甲 copy 起来，指定词句，改你定来用嘛。你就转无过你汉字的部分甲加落，迄个标字部分甲加落。所以你看，这就是要足济要转无过吼，就是咱遮少年的，你来日方长哦，注定出口啦。不让改，不让OK， 过来。这个是不是就已经讲过啊？话Ruby。因为无啥时间，所以我讲甲恁等于有哪消化啦。我咧想恁来镜头一摕个真个，Ruby 啊过来。等下吼，我讲来。这个嘛是佫是即几样是这，我话这拄则你叫讲。这个各种计时的台文线顶。对啦，可能恁较无注着伊，因为阮以前做的是迄个 TP 嘛，啥叫 TP 你敢知？Taiwanese Package， 拄仔开始，迄个台语开始有一个老客甲先生，伊去甲所有的迄个标字拢用数字调号，甲试落伊就变迄个 Unicode， 迄个 TP 啦。就是我头讲的调符要how pick起来。以前的计数，即摆 Word 拢乱七八糟啦。你会使做点转号，做即摆的，就以前的文章，即摆也会使摕出来用。若无即摆拢已经变成乱码啦。才有一寡旧的遐哦。TP 你讲遮有伫倒位？Taiwanese Package 你讲伫遮有？对啊，你有无芳上下骹？芳台语讲这工杯上下骹，工杯这。对啊，迄个。这个啦。对啊。
这是足早期，阮真正是爱感谢有这个，无阮迄个年代要拍台语，要互罗马就有调舞啊，无遐简单，就是爱感谢有即种物件，迄才有法度拍数一条河转调舞。好，继续。刚才拄到阿勇，敢有人问阿勇？啊？你说阿勇讲台语。阿勇讲台语迄个，你讲你哪个啊？哦，伊电脑嘛，伊电脑较真够厉害哦。哦，我讲我的问题是啥个？哦，伊就去甲伊掠出来安尼。即马即个就是讲，你若想要拍迄个台湾字，就是无连字符的、无海分的标字的时阵，你爱装即个，哦，你叫你迄个装迄个装。咱就要进。哦，你要插埋药。我很快。哦，这个，你点即个材料，哦，伊毋若有修订，佫有加一个，互你选无海分的啊。伊原来有海分了是对啦哦。就是讲加一个，你若想要拍台湾字的，会使用这来拍啦。无你拍别个叫直直地了时间啦。这个你著甲点落，伊就有甲你说明讲要安怎装。这足简单嘞，伊是足厉害啊！你甲做解啊，试落，就装起来啦。哇，姓蒙来加台湾字。对，伊才有写。对啊。这个恁08迄个最新版本迄个甲拍，点落。点落就咱拍台湾字啊。哦，遮伊即摆就去装落你的迄，你甲日本甲拍开，内底就有一个互你装迄个Microsoft 的，你甲点入去。Apple 的佫另外下骹有解说要怎装的。这装喺5分钟，解学。事故足大啦。好，安尼毋知啥问题吼。来，各位，我要说明一下这个海粉这个问题啦吼，因为恁感觉什么时阵爱海粉，什么时阵爱变海粉，是毋是足困扰的吼？伊是即摆咧讲海粉的是讲吼，什物是毋是一个词啦吼？一个词中就爱海粉啦吼，若毋是一个词就毋免对吧吼？问题是你爱甲想看卖吼，迄台语是敢是逐个台语人我是学过语言学，知影什物是词，什物毋是词，才会当拍罗马字，无可能是安尼嘛。所以早前嘛毋是安尼的规则啦，即摆是安尼个。早前我有听过一个讲法，讲早前有一群人因是讲吼本调甲变调啦，倒位读本调就变海粉，读变调就爱海粉安尼，用来分别本调变调嘛吼。有诶是反正有足侪种讲法，就是海粉确实是真困扰，有一寡所在真困扰的学者、语言学家拢有无共款的看法安尼啦。这个张老啊吼，伊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咱来用一个叫做台湾字的迄个词，就迄个概念，就是毋免海粉啦。那毋免海粉就是英语共款，你若去看英语是不是台中 station 有啊吼？那个台中内底无啥物海粉，无啥，伊就连做伙有啊，台中 TAI 什么 CHUNG 有啊吼，就台中，咱就像英语的概念，伊就毋免一个字去甲隔开，伊就变成家己一个词，就毋免海粉安尼啦。迄个概念，这个概念有的人嘛真认同嘛，所以迄个准长张老伊就开发一个会当输入直接迄种毋免海粉的，来互大家会当真简单。即海粉的哦，迄个中华民国语，咱台湾的国语，甲中国的迄个汉语拼音，两个对于讲，伊即摆所谓讲要连毋连，迄是定数的问题啦。伊甲有海粉无海粉无关系啦。你定数了后，伊共款佫叫加海粉，迄就免嘛。咱来看迄个网络面顶 Google Translate。Google Translate。你去遐注意，我去创这时，我拢有去参考。咱的台湾的国语，伊嘛有迄罗马拼音嘛，大陆有汉语拼音嘛，伊两个定数就是讲要夹做伙，袂夹做伙，毋是要连啦。要夹做伙是一个词嘛，要分开就是两个嘛。所以咱即摆咧写的是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形容词，
这个词拢袂使夹做伙啦。啊，咱就这人然后接受款就甲夹做伙啊。较早伊嘛甲夹做伙啊。较早是Good morning来嘛，Good morning是两字啊。啊，来到伊遐伊就讲较早，就叫阮要甲你记一句啊。哦，就即摆这问题，有这有你 Google Translate 啊。OK。你去，你这是伊中文繁体甲简体，你甲看觅。伊有我即摆念累就超将近300个无共啊。就是咱遮台湾遮有夹做一个词，啊，伫中国遐伊讲无，伊来分开，啊，来因分开的，因夹做诶，你甲试一个讲嘛，即个我是讲迄个，你现在一个词白白，现在一个词，国家诶。哦，伊下骹有哦。哦，即个两个就拢国家标示一定要合。伊嘛无海分。无海，拢无海分啦吼。汉语拼音无。就是讲要合，要夹做伙，袂夹做伙的问题啦。老师讲的是讲要夹做伙，袂夹做伙啦。啊，伊甲有海分无海分无对，因为咱台湾把所有的迄个音拢甲用海分隔开嘛。哦，即摆迄个内心音乐家，哦，音乐家伊嘛是甲我讲。你听哦，即摆就是讲，因拢音乐家就是一个词啦。哦，伊夹做伙时表示一个词啦。啊，伊一个词三音，哦，伊这内心分开嘛吼，内心，啊，讲我无个，我电脑记袂记来有啥物无共。马紧。咱大家家己等你说，我就是这个概念。你就是讲。以后你嘛有感觉有即个长词的即个问题时，你来查，这互咱参考啦。哦，咱参考，咱台语咱就会使去输。哦，游泳这一个词嘛，游泳嘛一个词嘛。啊，人游泳嘛无去甲夹一个海分。啊，即个我拄则讲迄个阿勇开发的迄个，咱若甲整落了。伊就加一个选择啦。哦，你即摆有感觉讲伊，因为愈来愈侪人，尤其 Facebook 你看，愈来愈侪人哦，拢甲迄个海分摕遮啦，无去用啊啦。哦，啊你拍的时嘛爱加拍一个啦，拍一个先。哦，啊印刷迄个油墨嘛爱加啊，真卡，你知道？这对无用的物件，我讲迄敢若咱细仔囡仔，拄仔出世的时，拢爱靠零水啊。数据了连嘴啊！啊，你大汉了，我咧数连嘴啊！哦，啊，所以我咧讲，即个台湾字是咱台语文的正常化。哦，是国际上有人讲，莫叫人笑讲海分，海分落水安尼哦。这无看，有运动。好，老问题。安尼大家有啥问题无？有啥物有关台湾台语的历史，还是台语的数字方面，还是讲？有啥物问题？就你好下想要问，做就真好，即个机会难得咯，机会难得。老师你迄个无看迄个话，你有去迄个盲诊迄有话，你免啊去回你免啊回去学即个。哦，这样子。哦，你看从迄个 SLOAN， 迄上路面咧有你在做啊？你看啦。SLOAN。FSL.net， 你到有朋友打啥？你有朋友无看？啥物你是有做？你这个是要打啥？还是咩啊 ？SLOAN 打啥？打 FSL.net。咱是台语啊，改做 SLOAN。打 FHL 啊。打 FSL.net。.net。OK， 安尼，即个就登录，这登录语言啊。对，你爱先装语言，你爱登录的。迄个，伊就嘛是拢用 ABC 来导哦。伊6个点一个方，就甲咱咧 ABCD 迄个一字就对啦，6个点。哦，你这你先甲登录迄个 ABC 语言啊。登录啊。登录，啊你有装落去。啊，对啊，我真的，我这。
你去看网站看，哦，安装哦，对，安装。有啊，这点字有无？对，就是安尼。上面这有点字有啊。哇，这个字形上面这是点字有啊，你有看到无？伊盲人点字是6个点啦，6个点的变化，就是咱千万来变化。伊个排列组点咧，排列的组合。逐种语言，还是逐种方面，音乐、数学，逐项的迄个定义拢无共。哦，台语、华语迄定义拢靠这6个点，去甲就无啦。你叫你去，好啊，真好啊，做在迄个网站，你个网站去看。我真好啊，过来。我再来去网站看网站。网站看卖。无人做在迄个斯罗安打 FHL 呀，这个网站。对，即摆就有啊嘛吼。之前资料就变啦，有无？你看，之前资料就变啦。所以你看，因会讲1、2、3、4、5、6，哦，因你背就是讲迄个点，就第一个这圣经啦吼，这别个圣经看，伊就会选圣经内底选一个，因迄帮啦，伊就会点字是选，往落，啊，这上后边知影，上后壁有迄个，伊有迄个读。话转袂过，就是讲迄个咱讲的迄个思考无哦，圣经的，但是迄个定义无共啦，迄个定义无共的。就是来用点字法来显示，就是变难。哦。所以因若要，阮有迄个盲人合唱团，因有迄个爱唱歌，唱歌第一爱先点字谱，就会背起来。爱会较好，歌词的点字爱去读，爱去唱。所以你去看因唱，因拢无伫看谱哦，足厉害哦，几啊百条歌拢唱会出来。因为就是讲目睭无看，伊另外一方面会搁较强啦，上帝特别手碎的吼。我这要讲嘛，讲足济。这确实啦吼，搁伊这盲人的世界。点字的，佫是另外一个。因为这是台语啦，我甲创台语啦。毋过，这伫甘伟林的时代，甘伟林就做盲人教育啊，甘伟林牧师啊，所以咱真尊敬迄个甘伟林牧师，伊就是台湾上早咧讲盲人教育。但是迄个点字点出来是台语罗马字的，哦，甲即马台湾社会主流的华语的点字是无共。好，来，佫有啥问题无？有无？迄个现代一个博士班的迄个叫做啥物，蔡啥物用，伊就专门写蔡英用，蔡英用，台语点字，所以这嘛是一个特别啦，乡联教会啦吼，会当去做博士论文的迄个。对，你台北乡联站附近乡联教会又有青年团体，就盲人团体啦，看有啦。嘿，盲人的，迄嘛是林俊豪顶落去创出来。到即摆也有哦，逐礼拜的盲人团体拢要有20几个人去参加。因为是礼拜。礼拜。所以阮的周报有点字的。即个网站因就是喺登录圣经来拍周报啊，登录圣诗来拍周报，互因方便啦。无以前拢爱人念，这创起来了后，你若有想要拍点字，互公朋友台语会晓的啦吼。我有一个软体，你去咧就是变点字啊。你敢有需要？无需要。若有需要，再做所以你要教导人点字台语啊，伊也会晓台语点字再谈就对啦。好，佫有问题无？好，若无啊吼，咱小解，差不多袂记你小解，咱遮有一位日本来的他，反正安怎称呼？库伯牧师啦，吼，专工来旁听的，咱嘛甲库伯牧师拍一个风啊，好无？欢迎。哦，好，安尼啊吼，咱今仔日准备老师的演讲的分享就到遮啦，吼咱等于算看卖，这软体实在是拢足新鲜的哇！你看台语数字环境我有新生化，对吧？吼，所以这个以前阮是数字调和转调符，吼，要安怎拍台语，汉语要安怎转罗，转罗要安怎转汉罗，迄个是这个问题嘛，吼。
啊，但是即马是个 AI 的时代啊，哇，所以就有无共的算法。总是啊吼，台语啊，只要有心算袂了啊。哦，好，安尼今仔日真感谢。啊，个就是讲新闻的网站面顶足侪宝贝啦，恁就需要去看。对对。因为我遮足侪迄个珍藏的物件，一本时代的台语，我拢要甲拢麻烦咱台语出来吼。啊，甚至有一寡少年拢会读，哦，恁若趣味去看。啊，你看来感觉这一项你会晓做，你来甲伊讲，斗做，沿路做，沿路进步，无做袂进步啦。我嘛是安尼做啊，才进步起来。啊，就知影拄着讲，你需要啥？哦，啊，就感谢，因为我咧新闻啊，迄个电脑迄拢足够个啊，啊，电子迄拢会写个啊，拢免费啊，阮的信仰就是讲上帝白白互咱的吼，咱嘛白白爱互人啊，这是阮的信仰啦。所以阮面顶所有的物件拢免钱啊，拢免费的。哦，了足济哦。好，这基督徒的精神。无一定，足济其他的物件的。对啦，就是真好，多谢。好，来，咱这时间多谢感谢，您的朋友。